来看中华有一间肥料工厂，和附近5个庄头的民众抗议讲臭味上严重了。今仔早起，有200外民众去工厂抗议。县政府稽查初步是认定讲业者违法农地农用，嘛违法囤废弃物。后续的处罚嘛要求讲要限期改善。普顺，普顺，普顺，不了强。200名民众由布袋大声抗议，要求臭光光的肥料厂离开庄头。中华丰苑顶埔村有一间制造有机肥料的工厂，民众指控讲，这工厂制造肥料时阵会搅鸡屎、鸡毛，也有动物尸体，常常臭光光是跋倒忍受。因为迄边阮甲抗议，阮村民甲抗议，刷过来这边的臭味，那是尸体的味，或人死的迄种味，所以真恶臭。这个不良的厂商、黑心的厂商，他们只有为了谋取暴利，来我们这边伤害我们这些乡亲。你今天这么多乡亲，如果忍无可忍，他们不会这样。16日工厂关条条无人，环保局人员到现场也报道稽查。村长批评讲，这间工厂是普盛生物科技所开的，而且伫丰苑有其他厂区。若当着当地人抗议，就透明把这个臭物件搬走。第15个庄头3000多人受到空气污染影响。中华县政府表示，民众抗议的工厂本地有申请农特部许可，不过拢无农用，明显违法。他这个建物原本是申请那个牛舍的牛舍的使用，那目前的现况是做这个堆肥来使用，大概可以把它的容许做一个撤销，这样，请地政处依那个区域计划法做一个拆除。那环保的部分没有许可的部分，我们这部分我们会尽快去限期业者限期清理完毕，不能在这边堆置。环保局表示，4年前这间肥料厂就因为囤废弃物及防法，今麦搁再违法的联络业者限期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